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此刻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感恩。特别是我感谢我的同学，特别从上海飞过来支持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。感谢我的同学，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，上海越剧的B派传承人丁小蛙，谢谢您。啊，丁老师您好，丁老师您好，丁老师也是越剧名家呀。对，今天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丁老师给我们现场清唱一段越剧，可否？不知道我们洛杉矶的观众是不是有耳福？我想我们应该用掌声再次请他上台，谢谢。小蛙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，没准备，但是心情非常激动。真的久别了，我的老同学。首先啊，我真的感恩我们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和嘉宾们，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传承杯。今天的音乐会，桃花源音乐会，还有特别感谢舞台上的演奏家和艺术家们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高大上艺术的盛典，让我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在下面心情非常激动，我也是，真的很激动。同学，你的策划还有演出是不是特别成功啊？大家掌声献给我的老同学。我觉得请小蛙来给我们现场献一段吧，好不好？那我给大家演唱一首 B 派的经典唱段《三笑》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吉祥如意。姐妹们当小中小，巧姐去向美算账，时辰已到将开店，不见就像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就像。